啊，乡亲啊，正难得的画面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、甲基隆市4位市长同台出现。虽然是为着要宣传贯村文化节，也毋过4个人的互动真引人注意。基隆市长林右昌就直接来点名郭文铁、侯友宜甲郑文灿，都是后一届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。啊，3位市长是拢真低调，避开这个问题。用心守护我们的眷村文化。 做伙完成爱心的图，要若想要知影800支桃园市的首长敢有共心，就看郭文铁的表情。我们4位坐在一起，我想也代表着我们对于眷村文化的一个重视。伫桃园宣传贯村文化节，其他3个人和这个基隆市长林右昌点名是2024竞选总统的热门人选。 我们有不回答的权利了。对，今天是眷村文化节哈，希望我们追求这个共荣、共好的方向，我们一起推动。卖个门口要选总统。林右昌找郭文铁的前幕僚林坤峰做幕僚，敢是为了要前进台北市驻部宫。 我觉得这想太多了。林坤峰，其实我认识他很早，他也是我台大的一个学弟。 林坤峰在2018在我的竞选团队，他是当发言人嘛，所以他对台北的选举很有经验嘛。所以如果林右昌有想法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林右昌这丁清名，郭文铁就甲随补一刀，这4位首长徛做伙，私底下拢有家己的算盘。